今天天气相当好，今天这边，马前就出现现象吧，这个叫我这南巴东，跟这都中国南巴，前南巴啦，我们的嘞，不进去，3年的工程前南巴东也在工作的吧，也在搞的前南巴累了到了，大概就才行了，没见办法，家中这个期间没动这个歇歇。吃错了可把办办，不说了，你们想想心里，钱拿吧，天天照顾着另外说啊，对，餐厅那个拿把人就说了，对的，俺容易跟人用，菜的老家，俺不跟娘到手，俺不跟国家中的各家些把人用的，俺容易跟人用，钱拿把老了，你个人不听的不来呀，钱拿把个干谁钱来了这几个，对，但是对的，我说。呀，出来给谁一个？呀！